廣州南站啊，呢度啦，廣州南站，廣州南站啊，多得呢全程多得呢個老友，呢個老友好點你？啊，嚟到呢度呢個入閘嘅呢層入閘叫做3層候車室，就喺呢度啦。一陣間喺呢度入閘。當時是主持人，不是我。呢度係廣州南站，我哋嚟嘅時候用廣州東，而家離開翻去香港咧，就要用廣州南站翻香港。咁呢度呢個出口咧就係東門啦，呢個東門嘅出口。個老友先，睇下我老友喺邊？哦，老友原來喺呢度，老友喺呢度係嘛？啊 ，OK 啦，老友喺度啊，揾到。唉，一家一齊翻去啦！哇！點解呢度有乘車啊？上進車站。发生意外，请携带大件行李及养幼病残日本重点旅客乘自无障碍。你都要2層咗，仲要上多層先係3層喎。照顧好隨行的老人和小孩。仲要上多層先係3層喎。请随同行的旅客，请尽量靠 P 级踏板中间站立。避免鞋子和脚加入扶梯缝隙，给您帶來傷害。扶梯出口。啊！呢度入閘啦，上喺第3層入。呢度用回鄉卡入閘。蓝色中央天台入口车，站牌请等，不要后座白色安全线。